了客家也能够很华丽哦。藏身在彰化乡野里，有这么一间咖啡馆。它的外观呢是传统客家凹字形的建筑装潢，就去看看里面，其实它的设计却是十足欧式宫廷风格，因此每个角落都充满着东西冲突的美感。而客家籍的夫妇老板就说呢，这样的坚持是要子女不能忘本，这样的用心感动时刻带您体会。彰化分园广阔无际的翠绿色稻田中，这一栋红砖建筑特别醒目。这家藏身在乡野里的咖啡馆，外观是传统客家凹字形的建筑，里头每一处角落都充满悠闲的气氛以及冲突的美感。复古的红色砖墙搭配华丽的水晶灯，木质的桌椅则欧式乡村风，但桌巾上却是白色桐花摇曳姿态，东西方交汇擦出火花，却又巧妙的融合。打造这一座梦幻咖啡馆的就是叶聪玲和谢玉如两夫妻。叶聪玲是木工匠师第3代，专长古迹修复。太太谢玉如从事设计工作30年资历，两人都是新竹客家人，结婚28年，育有1子1女。5年前举家搬到彰化分园，成立阿里曼人文咖啡馆。这是我们收藏的。夫妻俩坚持保留客家建筑的精神，告诉子女不能忘本。所以人家会说我们客家人比较热情，这是一个拥抱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这个建筑，我们就留下我们小时候的住家总是红砖嘛、石头嘛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元素留下来。谢玉如也在咖啡馆里开班授课，教授叠古巴特法式拼贴。我想你给我剪这3朵花，对，然后这边稍微留个边。客家花布在他的手中幻化出新的生命。你也不觉得宗教意义很大，对不对？它像个装置艺术，这就是耶稣这样垂过来那个，哎，所以这当初设计是有，就是说很自然的想法，就会把颜色配出来。男主人叶聪玲也发挥所长，咖啡馆里的所有木工都由他亲手打造。父子两人同心协力，许多装潢都是采用2手的建材和家具，是环保，更是凸显客家人的勤俭精神。一家人吃苦耐劳，客家文化要在这里生根，继续传承。翠绿里的红色城堡有桐花纷飞的浪漫，凹字形的客庄印记有叠古巴特的美丽。2手木椅上啜饮咖啡香，是坚持，是不忘本，也是一段感动时刻。